主后2023年9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实践疼人亲像家己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13节。我的兄弟姊妹，既然恁信咱永光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毋通用外表对待人。若有一个挂金手指、穿水衫的好野人入来恁的会堂，阁有一个穿破衫的散赤人入来，恁干焦注意迄个穿水衫的，对伊讲：请来坐大位。对迄个散赤人讲：你徛踮遐，还是讲坐我的脚踮边？安尼，恁敢毋是偏心，用歹的动机在判断人？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着听，上帝有拣选世间的散赤人，互因伫信仰上富足，通承受伊应允互听伊的人的国度。毋过恁无尊重散赤人，压迫恁、拖恁上法庭的，敢毋是遐个好野人？因才是诽谤上帝赐恁尊贵的名遐个人。恁若尊趁圣经所记载，着听出边亲像听家己迄个上帝国的律法，安尼就对。毋过，恁若看外表对待人就是犯罪，受律法判做犯法。人若无守律法中的一条诫命，就是无守全部的诫命。因为迄个命令毋通犯奸淫的，嘛讲毋通杀死人。虽然你无犯奸淫，你若杀死人，就是违反律法。既然恁得要受互人自由的律法审判，着照律法的要求讲话做代志。因为要用慈悲对待人的，伫审判的时，上帝袂用慈悲对待伊，慈悲赢过审判。实践疼人亲像家己。雅各书的经文一再强调，毋通单单听道，也爱行道，就是人有信，就必须爱伫生活中实践出来，安尼的信才是正确的。作者用真生活化的事做例，来阐述爱用平等的态度款待人，毋通凭着人的外表，用无共的态度对待人。因为伫上帝面前，所有的人拢是共款的尊贵。作者指出，伫教会聚会的时阵，若有一个有钱人手挂金手指，身穿华丽的衫入来，城时有一个穿插破烂的散赤人也来，若你对迄个身穿华丽衫的人特别客气，对伊讲，请上座，却对迄个散赤人讲，你徛踮遐，也是坐踮我的脚踮边，安尼你就是用外貌待人，偏心佮恶意欺视人。当时的社会有明显的地位阶级的意识，则是雅各书提醒，信仰基督的人所组成的教会，毋通凭着人的外表来待人，因为上帝袂偏待人，所以伫敬拜上帝的聚会中，人人平等，无应该有贫富、头衔、地位的区别。
上帝拣选世上的善车人，互因伫信心富足，搁互因承受伊应允，互听伊的人的神国度。这是何等的福音！社会上大多数的善车人，总是互人疏忽，互社会藐视，甚至欺压。总是圣经讲，善车人有福音传互因，教会的兄弟姊妹爱实践听的接纳，互遮个善车人的性命有平等的尊严，同齐承受上帝听的应允。照顾善车人，就是伫见证上帝的听。若是善车的人，若需要咱的帮赞甲关怀。伫摩西的律法中，真清楚教示，人爱疼人亲像家己，爱对遐个贫困的人伸出必要的济助，搁提出具体的行动指示。譬如，恁修成五穀，旁边的毋通挂了了，落落来的嘛毋通捡，着留互善车人甲出外人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利未记23章22节。另外，济助善车人是照互上主，上主会照伊的所做行伊。箴言19章17节。伫耶稣的教示中，搁较将疼人甲疼上帝并列。通安尼讲，疼上帝人必须彼此相疼，才是实践新的诫命。的确，关怀善车人是一种带着上帝祝福应允的好行为。疼是一切律法的根基，因为安尼，无论是做代志、做人，还是讲话，拢必须爱用疼做出发点。若是对人无怜悯，要安怎面对上帝审判呢？基督徒着用实际行动，将上帝的疼实践出来。无论是伫礼拜中平等尊重每一个人，还是伫生活中实践供给人切身的需要，伊所行的事就会得到上帝祝福。实践疼人亲像家己，就是福音讲传的具体作为。默想，真实的信仰是尊重佮确实付诸行动伫周围的兄弟姊妹身上，供应因的需要，若无就是虚假。真实的信仰是尊重佮确实付诸行动伫周围的兄弟姊妹身上，供应因的需求，若无就是虚假。慈悲的上帝，感谢你的救赎和恩典赏赐，我愿意学习你的疼，谦卑疼人，伫人的需要顶面提供实际的帮赞，求你悦纳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